賽前分析：2026年4月6日沙田第一場1號馬閃電小子3歲騎師潘頓馬房文家良135磅5檔現時評60分，近期同程佳績評52分。五大優勢：同程未輸過，2次跑田草1000米都贏晒，上場仲大勝2個馬位，正宗路程專家。騎師當旺，潘頓騎過1次就贏，人馬好夾，今次繼續合作。血統早熟，老豆不辭勞苦啲仔女擅跑短途，母線都係短途馬，1000米啱晒腳法。場地適應，上場好地贏得靚，今場預期都係好地，冇問題。操足而臨，賽後休息43日復課，試咗3次閘，游水28次，狀態 keep 得好好。一個隱憂，副磅由128磅加到135磅，重咗7磅，而且體重跌咗13磅，可能影響拉士衝刺。兩大威脅對手：2號超強60，上場同程谷草1000米跑第2，放頭跑法可以俾到壓力。14號快樂高球，上場同程田草1000米跑第3，後上追勢凌厲，冷門要防。賽前分析：2026年4月6日沙田第4場2號馬幸運騎兵3歲騎師霍宏星馬房廖康銘135磅8檔現時評60分，近期同程佳績評53分。五大優勢：上場同程田草1400米後上贏馬，末段加速力加2.51，全組最快。同程跑2次全部入 Q， 贏馬率100%，入位率100%，正宗路程專家。老豆4重唱係1級賽春季冠軍錦標冠軍，子自中長途店，阿媽線有速度，血統全面。霍宏星同馬房夾慣夾熟，近3課大閘全部入3甲，狀態忽到漏油，加7磅到135磅，仲係合理水平，體重比上場升反5磅，體力充足。隱憂：上場贏完抖咗57日，期間試閘試過喺閘傷煩躁退出，情緒未必穩陣。兩大威脅對手：1號威武年代，同程入位率82%，5檔起步，呂健威馬房操足46日，回師首本路程。3號機械之星，上場受阻都追得近，布文反嚟騎，7檔有利，隨時反擊。賽前分析：2026年4月6日沙田第5場7號馬巴閉精3歲騎師潘頓馬房呂健威128磅10檔現時評52分，近期同程佳績，初出未有成績。五大優勢：潘頓上陣，騎功一流，操過呢隻馬，好有信心。試閘走勢靚，田草1000米按住第3，谷草1200米力騎取勝，進度理想。血統靚，老豆薛偉勁贏係1級賽冠軍，子自線跑中短途，田草1200米好啱腳法。體重1164磅，夠操身，狀態對辦。第一次帶交叉鼻箍，可以幫手穩定走勢，唔會咁搶口。隱憂：10檔起步兩外，初出馬經驗少，如果出閘慢就蝕位。兩大威脅對手：1號堅先生，上場同程贏得輕鬆，末段衝刺勁，級數高半班。12號金快飛飛，上場同程後上跑第2，追勢凌厲，今次檔位內移更有利。賽前分析：2026年4月6日沙田第6場12號馬幸運堂4歲騎師巴道馬房毛偉傑118磅12檔現時評分61分，近期同程佳績評分，上次田草1000跑第6，末段衝刺加 6.25， 走勢勁。血統亮點：老豆 Prince of Brooklyn 跑中短途，母線暗飛星線泥地，場地性能廣泛。優勢：上次末段追 6.25 馬位，全場最快，唞咗22日，操足有氣有力，118磅超輕，衝刺着數。巴道騎同程入 Q 率2成，夾檔血統草泥都得，林地都得。隱憂：排12檔大外搭，早段要花力氣。兩大威脅對手：1號好評如潮，同程2戰1冠1季，潘頓騎前速可靠。4號會長之寶，上次後上追前好多，今次再減7磅，末段爆發力強。賽前分析：2026年4月6日沙田第8場4號馬一世美麗4歲騎師艾少禮馬房蔡約翰129磅7檔現時評71分，近期同程佳績評65分。五大優勢：上場同程田草1400險勝，末段衝刺好勁。同程贏過一半，入 Q 率7成半，正宗首本路。血統靚，老豆4重唱係1級賽冠軍，半輕贏到2100米，氣量夠。場地適應，田草好地以證明掂。操練足，賽後試閘走勢靚，狀態保持。
一個隱憂，體重比上場重咗24磅，可能影響靈活性。兩大威脅對手：6號超勁赤兔上場同程第3，潘頓騎前中段硬淨；8號哈羅威同程入 Q 率8成7半，一檔起步輕磅嚟偷襲。賽前分析：2026年4月6日沙田第9場，1號馬遨遊氣泡7歲騎師周俊樂馬房，姚本輝128磅3檔現時評分132分，近期同程最佳評分128分。五大優勢：同程入 Q 率接近90成，田草1600米係佢最佳路程。最近同程頂級評分128分，呢個分數仲有競爭力。排3檔內欄，好慳位，容易揾到遮擋。老豆遙遠星空有速度，武線家族有短途氣量。神貨試集走勢靚，曾經輕鬆贏出田草1600米試集。唯一隱憂，已經7歲老馬，上場只1輸成7.5個馬位，狀態明顯回落。兩大威脅對手：5號舉步生風上場同程大勝1.25馬位，潘頓騎後上勁抽；8號祝願上場同程跑第4，布文執韁試集一放到底，太放大勇。賽前分析：2026年4月6日沙田第11場5號馬共享富裕5歲騎師，布文馬房方嘉柏128磅6檔現時評73分，近期同程佳績評65分。五大優勢：一、布文騎級數高，甲開有默契；二、老豆歲月洗禮同武線灌木叢都係長氣袋，血統跑到2000米；三、同程曾經交出65分表現，證明應付到；四、今場128磅輕過上場3磅，6檔唔差；五、場地適應力強，草地泥地都得，好地最啱。隱憂：上場賽後做過腹絞痛手術，操練唔夠，狀態有變數。兩大威脅對手：1號快路上場同程贏馬，末段好勁，太放巔峰；7號榮進大道上場同程跑第2，僅差短頭，後追凌厲。